外界当然有一些支持，那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哦。那我当然都非常感谢大家哦。那当然最重要就是未来我能不能好好的把这个工作做好，我觉得这是需要时间哦来做一个表现的。那我也希望大家给持用时间来证明我会把这个工作做好。网友就说你可能比较红词哦，叫红绸庸了，怎么看？立法院是整个民意机关的这个国家最高的一个机关哦。那我想不管用什么样的身份哦来到这地方，我想都是用着最戒慎恐惧，而且用着最谨慎的心情哦来面对我的这个工作哦。那所以今天早上也是8点左右就来到立法院哦。那我非常感谢这个院长愿意给持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来增加立法院的一个历练。那当然，我想最重要的这个工作就是我能够把现在院长所希望我去协助的这一些工作把它做好哦。那我想这就是我目前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外界认为你是酬庸，那你对这个说法你怎么回应？我当然谢谢大家的这个批评跟指教。那当然这个是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而且拥有多元声音的一个社会。那我们就尊重各界的一个声音当然，我觉得我对自己最大的勉励就是好好的把工作做好，来证明给大家看。我大概花了1个多礼拜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接下这个工作是真的能够来协助立法院，那以及协助院长能够真正发挥这个职务的一个功能哦。所以其实我也是经过相当谨慎的一个思考。那未来有没有可能会加入民进党？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划。大家都很想知道，说那你这样当顾问之后，其实是可以不用每天进办公室，你自己之后的规划呢？我想现在我会就尽可能的在疫情的这个时间里面，尽可能的都在立法院里面来协助院长那我们也希望说不管是在整个院内的一个事务，或者是在议事上面的一些沟通，或者是一些协调工作，都可以帮上忙。武汉的国人同胞回来，我们政府用尽心力，我们一直坚持就是要弱势优先，防疫优先，量力而为。我们就是我们的模式，没有什么其他的模式。我们就是刚才讲的这3个原则。网络购买口罩就像防疫一样，也要很多的专家专业，大家分工合作，协力帮忙。那我们就是要让国人同胞实名制后，还有没有更方便、更有效的方法，让各界都能满足？那现在我们应用新的科技，应用网络的技术，很多的专家大家来帮忙，现在正在压力测试，等到好的时候，会由指挥中心跟大家报告怎么样做才好。政府总是以为国人最好的打算、最好的准备，那一步一步，希望都推到让国人满意，让有需要口罩的人都能很方便用得到、拿得到、买得到。武汉的国人同胞回来，我们政府用尽心力，我们一直坚持就是要弱势优先，防疫优先，量力而为，持续不断的沟通，现在渐渐有共识。不过这一切还要等有最后结果的时候，自然会有指挥中心跟国人报告，还是要安全回来到台湾才算。那你们还有坚持横滨模式吗？还是说当初是怎么协商的？我们就是我们的模式，没有什么其他的模式。我们就是刚才讲的这3个原则。